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要替金门这座都市的未来找到出口，必须都要靠新世代的力量。42岁董新宝原本是报社的记者，因为伊反对金门来设置交警，怎出来甲人选金门县议员，结果是上高票来当选。董新宝认为，推动金门的发展，要为文化甲生态来出发，而且要主动出击，到中国各地设置旅客服务中心来吸引游客。另外嘛，为台湾来的青年用行动来探访，而且来清理掉秘密的景点，希望推展观光，让更较侪人看到无同款的金门。对着都市纪行，继续来看金门的故事。在金门的旅途中，我很高兴，也认识了2个有心的年轻人。董森宝本来是金门日报的记者，关心故乡的未来。从反毒运动开始，他凝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心投身政治。他的洒劲竟然改变历史，得到最高票当选的肯定。容易，谢谢，感恩，谢谢，4000、5000、6000，一个月的，不是，它是按照年龄，比如65岁，好像是这些民意代表呢，又不愿意承认，也不是说不愿意。森宝先恭喜你，谢谢。承担责任，我就刚刚讲第1名呢，很厉害呢。我看这可能是金门历史上第一次哦。没了，大家的支持与爱护啦，要这么说啦。所以最后是几票？2000几票？2843，破纪录哦。对，是应该是目前为止的最高票。真的、哦。所以过去宗族的力量在选举上扮演很大的角色。是，没有错。我知道你这次其实打了一场非常不一样的选举，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去打这场选举？其实我刚开始参选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要用最少的资源发挥到最大的，就是效益最大化啦。哎，其实这次的选举，我几乎每个村落都走了3次以上。OK。甚至走到有的社区，走到我进去拜访选民，选民跟我说：“你到底是要来几次？”那我希望借由这样子这种勤跑基层，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你参选的诚意，再提出一些我的政见。我最特别的是除了我下乡之外，我办了很多不像选举活动的选举活动，我去带导览，我去上课，小朋友上课，对，然后我讲座，然后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些公共议题，或是环境议题，或是说带我们去认识自己的家乡，争取大家的认同，也让大家认识自己的土地，了解到说我提出来的理念是什么，我们金门需要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省思，去省思说金门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所以你在开始决定投入选举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惶恐的，对不对？就是对，你会说，而且你在选举前就已经很久之前就已经辞掉工作了。对，我在选前，我4月1号愚人节那天辞掉工作了。我在想说，我就是在做一些翁人才会那也做代志啊，那些。这一站是没有退路的啦，讲一个就是破釜沉舟了。金门人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可能以前找不到对象或是出口，可以寄托。对，所以为什么我的票会冲得那么高？这或许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不能够再漠视政治这个东西，我们不理他，可是他们影响却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他们来看什么？看冷战的遗址，他们也去看炮弹钢刀制作的整个过程。他们一个人平均在钢刀店的消费大概是2万块。那我为什么一直想要推广国际化的原因？其实我知道这些国际观光旅客的消费能力是现在金门经营这种所谓的这种
不管是陆客团或是自由高好几倍的。假设这些人流可以进到金门来，其实对在地的经济效益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性。金门有很好的资源，但是他不晓得怎么去 promote， 不晓得怎么去行销，让大家知道说，哎，金门是有趣的。其实我未来想要推的说，譬如说金门可不可以去大陆的机场、港口设旅客服务中心？那你可能专门特定一个主题，比如说你要来看战地史迹的，你1天半都来看战地史迹；你要看闽南文化，1天半可能都来看闽南文化；你可能要看自然生态或环境的。我刚才讲的特色旅游，你安排他1天来的行程，因为金门文化厚度很深，你真的要玩到透，玩到就是对金门这个地方很熟悉，了解到这边的人文风情，其实你真的是需要长时间。但是你如果在这种短时间的话，我是会认为说，你应该是要去开发一个特色的一个行程。对，现在金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有资源，但是没办法活用。对，这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对。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陈志伟。个性开朗的他，6年前就曾经展开金门徒步的环岛之旅。因为慢行，让他发现更多金门的秘境，因此爱上了这个小岛，开始了舞蹈秘境的探险之旅。你要出发的时候叫我下那一台。哪一台？对啊，银色。这个也可以。好，这个听就好。没有水晶岛，真的没有水晶岛。我也是虫洞之类的。没有。你看，我都很认真听你在那里摸。可以到吗？不要探头嘛，进来嘛，不要害羞嘛。金门第一条坑道哎，拜托！你看还用空心砖叠的。小胖子那是厕所。对。我也觉得。他们两个。跟上！往左边靠，往左边靠。往左边靠，改往左边靠。啊，又要回到哈比人的事情。插销，这个绝对让你这一生永生难忘啊！对。快点！才1、2个图而已啊，怎样？2个人双人坑道，这是双轨，这好浪漫啊！对啊，摸乳像。哦。好玩呀！你要瀑布去超市。好，你先下去。你先把下去的包放旁边就好。屋顶有一个石头会撞到哦。呼呼，好吧，我们走这里出去好了。
对，前面有鳄鱼。在这边合照，我可以拍一张。好。喷到口音，所以要有人蹲下吗？对。第几次参加这个活动？第2次参加这个活动。你觉得今天的感想？很可怕。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就是穿越这种隧道，而且是那个很危险，感觉随时会崩塌的。你是金门人吗？对，是金门人。从小在金门长大。对。所以你以前知道金门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坑道？有，可是以前基本上都不能进去啊。以前军营那边基本上都很。就是它很封闭，对啊，我们基本上根本不可能靠近。那你从台湾人看金门，你觉得金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珍贵岛，不能丢下。你以前还没有来的时候就这样觉得吗？就还蛮向往的，因为从志伟脸书那边讯息，就觉得金门一定要来。然后来这几天他介绍的，金门真的要好好的宣传，它是我们一个观光的圣地，应该要好好大力宣传，觉得很可惜。所以你今天参加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感想？感想哦，我觉得超酷的，就很有趣，就是第一次这样子爬，然后全身上下很好玩。所以你本来住在哪里？台南。台南啊？对。那你什么因缘际会到金门来？哦，刚好金门的护理需要一个做教学的。OK。所以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对金门的印象是什么？那个什么83炮战啊，古林头战役，就是那种战争的感觉。然后这边好像不容易过来这样。不容易过来。对。所以当我下来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哦。对。第一个感觉就是哇，漂亮，怎么这么漂亮一个地方？对。那你今天第几次来参加志伟的活动？N 次。真的哦。我是元导。真的哦。对。所以你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感想，你觉得？感想，很有意义。对，就是觉得要多认识这块土地，对。然后这种地方是很多人都不会想要来，尤其是在地的，好像比较不会过来，对。可是我看你今天爬得很辛苦啊，然后弄了一身伤回去。哦，没关系啊，那个辛苦之后的成果，永远都是在自己的。OK， 很棒。当初想要来这里就是做民宿，就是跟国家公园标它的古厝嘛。然后后来发现要做民宿，我还比较喜欢做背包客栈，因为它跟人的距离比较贴近。然后我觉得要做就是要来了解金门，就是金门就是一个越了解越来越好玩的地方。为什么会成立这个舞蹈秘境？秘境啊，就是因为我在金门。我就想要行销金门嘛，然后我慢慢从一个群组，就是可能3、5人，然后慢慢的就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类似像社团的东西出来，主轴就是在要让金门的这些秘境让更多人知道，就是台湾哪看得到这么，而且密度这么高，然后你会在海边看到这么这么漂亮的那种城堡，就是到处都是这样，然后。这种东西在欧洲国家，他们就会非常的善用，然后去保护它，然后去做行销。对啊，金门这一块是比较欠缺。像我觉得，以公部门的力量，他们应该可以把像宰山坑道那一类的，就是真的把那个登陆小艇真的弄进来，然后让那个人家乘坐。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有甚至是国际卖点的地方，因为我目前好像没有在就是任何国家有听到说，你可以坐小艇，然后走以前的这种避难，就是运补坑道，然后真的去体验它。如果年轻人要回来，当然就是游客多，他们回来才有意义啊。从反堵、反吴江溪的开发，到抢救双螺山坑道、救团探险，找出更多金门的秘境与价值。我在这群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更多金门的未来。